这架车祸事故无遮尔好运，这是苗栗一个读内涵大学进修部细正的查某大学生，伊骑倒摆经过第13架线造桥这段路的时，无张持去回到路边的护栏，刷来搁再弄到车厢顶的铁机啊，头壳弄一个真正力，赶紧互人送去病院急救，也是救袂倒转来。因老母今年5月才拄过身，家己嘛惊某二瘟，详细事故的原因，警察当咧进一步调查。 救护车接到报案，赶来现场，一个查某囡仔趴伫咧路面，头受到重伤，有一个真大的空喙，血一直流，人已经无伫喘气啊！救护人员赶紧将伤患扛去救护车，一边做 CPR， 一边送病院。无想到最后也是来过往。额头有一个比较大的撕裂伤，现场有摸他的 颈动脉是没有摸到的。警方调附近的监视器画面，发现读联合大学进修部22岁姓谢的大学生，家己骑奥多摆经过，甲后壁的车相差有13秒。对现场弄的痕来看，查某大学生敢若是先弄着风拿，再搁弄去火这顶，弄的力头真大。奥多摆搁按进前来出50公尺远。因不明原因撞击路边耗资杆初步检视车辆未发现其他车辆 擦撞的痕迹根据了解，姓谢的大学生妈妈今年5月才打过身，心情都捏袂好咧。家己搁拄到这种代志，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，警方也搁咧调查，了解是毋是有外力造成车祸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